Hello，歡迎嚟到火山國際急報。呢個頻道係講最新嘅國際新聞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大家好，我係火山。今日係2025年11月3日，10分鐘熔穿真相。今日講嘅係英國高鐵會變屠場啊！32歲男子持刀斬11人，鐵路員工搏命重傷救人啊！事發喺11月2日星期六傍晚6:25，高鐵由 Doncaster 開往倫敦 King Cross， 經過 Peterborough 站。32歲嘅疑犯就喺 Peterborough 上車。根據 BBC 同埋 Sky News 講，佢上車唔夠10分鐘，就喺車裏邊大開殺戒。有目擊者話，佢好似有任務咁，見人就插。佢用一把好大嘅廚刀開始攻擊乘客，成地都係血。咁啲乘客梗係驚啦，就互相踐踏。有啲人呢就匿入廁所，有啲人跌低咗呢就俾人踩到。咁車上邊嘅員工見佢咁黐線，就衝出嚟諗住制止佢啦。點知俾佢插到重傷危殆嘅。列車司機呢 Andrew Johnson 呢收到消息呢，即刻通知呢個控制室，咁就將呢架車呢由快線切入慢線，就唔去 London King Cross。7:41就喺 Huntingdon 站停咗落嚟。之後呢，警方就喺8分鐘到咗現場啦，用電槍去制服咗疑犯。現場亦都執到嗰把刀。最初呢係唔小心捉錯咗個35歲嘅英國人嘅，後尾證實佢係一個好人呢，都即刻放返㗎喇。咁11人送院，最初有9個人危殆，而家有5個人出咗院，但係呢，英雄員工呢係依然危殆嘅，因為佢係徒手去同呢個兇徒搏鬥。咁睇返 CCTV 呢，都見到呢個英勇嘅員工呢係幫啲乘客爭取咗唔少嘅時間嘅。咁另外呢，司機呢 Andrew 呢都非常之冷靜啦。佢係臨危嘅時候呢去轉線，唔係停喺呢個荒郊野外。咁亦都幫呢個救護員啊、警員啊，都爭取咗多咗10分鐘嘅時間。咁事後警方話呢，呢個唔係一個恐襲，所以呢反恐組呢係已經撤離咗㗎喇。動機係依然查緊，咁佢哋係唔知道精神會唔會疑犯係有精神病史嘅。火山喺呢件事上面得出咗3個關鍵事件。第一個關鍵事件呢，就係英雄員工搏命爭取時間，見到疑犯呢攞住把刀亂咁斬呢，都用肉身出嚟擋住佢。雖然佢而家仲係危殆，但係佢真係一個英雄。第二個關鍵事件呢，就係司機 Andrew Johnson 呢係非常之冷靜咁轉線。原來佢係一個伊拉克嘅退伍軍人嚟嘅，嗰張相可以見到佢啦。咁佢喺警鐘一響嘅時候，即刻聯絡控制室，由快線轉入慢線啦。如果佢喺半路停落嚟，救護車要成15分鐘先可能會到，咁可能會有更多人嘅死傷。第三樣嘢呢，就係警方喺8分鐘之內制服疑犯。咁喺報警之後呢，警方武裝警察呢就入咗車站，就用呢個電擊槍制服咗疑犯。咁都係相當快嘅時間嚟嘅，所以喺呢3件關鍵事件上面呢，傷亡先可以減到最低嘅。最後我想用3個問題去作結嘅。第一個就係車上冇安檢啦，咁 Peterborough 站又冇呢個金屬探測器啦，嗰把刀會唔會太容易帶上車呢？第二就係員工其實係咪有基本嘅防禦裝備去應對呢啲兇徒？第三就係精神病記錄係咪應該要共享俾警方去鎖定高危人士呢？咁答案就留返俾大家諗啦。鍾意我呢條片記得訂閱火山急報，下條見面，拜拜。